意料之外嘅蘇黎世早晨，係從房東太太自己整嘅有機麵包同埋一杯植物奶拿鐵開始。帶住呢份溫暖，我開始咗真正嘅發現之旅。從吉尼斯紀錄嘅8年素食餐廳，到街頭轉角嘅咖啡味道，再到專門做植物基嘅精緻甜品店，隨時喺度用一種安靜又普通嘅方式話俾我知，素食喺呢度係一種被認真對待嘅事。當我好似本地人咁喺超市推住購物車，居然發現咗好多 vegan 標籤，從植物肉到素芝士，仲有好多健康零食。全部嘅體驗巔峰就喺瑞吉山頂，喺雲層入邊嘅米其林綠色餐廳，呈現嘅係另一種極致嘅狀態。喺呢度，素食唔係一種遷就，而係一種周圍都有被尊重嘅日常。佢收埋咗喺阿爾卑斯山嘅空氣入邊，再融入咗喺蘇黎世嘅街角。